我諗你哋以後應該都唔會話魚龍山呢個地方偏咗啩？小區門口嘅登賢路咧，琴日已經開通咗啦。而家生活同埋交通真係非常之方便啦。雅閣樂魚龍山別墅最大嘅特點就係花園夠晒大，呢度嘅地勢咧又夠高啊！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係呢個後花園，後花園咧有100個平方左右，方方正正。呢度做咗花池啦，後期自己種翻啲花草樹木都夠使用下。後邊呢度咧仲有個涼亭。金色個靚呢一套別墅咧，總共有4層，全新裝修，全新嘅家私電器可以拎包入住。佢嘅佔地咧有270個平方嘅。入嚟咧就係前花園，前花園而家種咗一啲綠植啦，有呢個山茶花啦，有羅漢松啦。後花園會更加大嘅。咁再過嚟咧係一個獨立嘅車庫，裏頭仲有一個好大嘅地下室。行路上翻去餐客廳，以步步高升。大門咧係朝北嘅。客廳呢度咧係朝南，1樓咧入嚟就呢個係一個長者房啦，俾爸爸媽媽住嘅。呢度咧係一個公廁，過嚟咧係廚房，廚房都唔算太細啦，櫥櫃啦、油煙機已經裝好晒啦。粵式嘅餐客廳，餐廳係6人台嘅，呢度咧係有窗，採光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客廳呢度嘅電視櫃啦、儲物櫃啦，全部有晒啦。總體嚟講咧，呢個廳係細咗啲，實話實講嚇。客廳出嚟呢度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後花園，採光非常之充足嘅。而家係中午時間，太陽咧已經曬到嚟呢度啦。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陽光係幾咁充足啊！地下室咧而家係一個家庭影院嚟嘅，你可以喺度唱下歌啦、睇電影啦。雖然話係地下室，但係呢度嘅採光同埋通風係好足夠嘅，因為佢有呢個採光井係通到1樓。呢邊咧仲做咗一排嘅櫥櫃，可以喺度煮下茶啦、煮下咖啡啦。上面呢度咧仲有個茶室。2樓咧就有2個套間，其實每間房都唔算細嘅，就好似呢一間房咁樣，大概都有30個平方左右。然之後過嚟咧有獨立嘅衣帽間，衣帽間仲帶窗嘅，衣櫃、梳妝台全部都有晒啦。廁所都唔算細嘅嚇。再過嚟睇下呢一間，呢一間咧就細啲，可能20個平方左右，帶一個獨立嘅陽台，衣櫃都有埋啦。洗手間，3樓咧整一層都係主人房嘅空間，房間都幾大下嘅，帶陽台。過嚟咧仲有一個好大嘅衣帽間，廁所係帶浴缸嘅，露台就唔算大啦。可以睇到呢個小區嘅別墅景啦，同埋一部分嘅高層。呢度咧係羅山妹嘅山景。呢套別墅雖然佢嘅入證面積只有180幾個平方，但係咧可以使用係超過400個平方。業主目前係開價390幾萬，睇中可以傾嘅。如果你中意呢啲有山有水嘅別墅環境，咁就約 Henny 嚟睇睇呢一套啦。